我用自己個名唔係幾老利噶嘛，攞我個字咯。咁因最好啊嘛，咪最咯。佢俾5蚊你啊嘛，傻豬！我最落魄嘅時候，我都去做過石 Q 6000蚊一個月。阿哥，水準都咁，冇都未有啊！當我可以翻身嘅，我可以企翻起身嘅，一定唔衰得咯。哦，大功告成，一做要做到最好為止。總之大部分都好捧我場嘅，我就心滿意足。下一世都可以揾到200個就好犀利嘅已經。如果你話淨係記得開心，但係唔辛苦，你未必記得嗰樣開心。格啲啊！所以苦同埋開心其實係一個唔錯嘅調味料。